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用心熟悉台湾。大家好，我是阿德。今日咱有两位朋友来到现场，一个是咱进前的，阮毋是咱，敢若阮进前的见过面。那另外一位是今日正式头一届见面啦。毋过这两位拢算讲是我的网友，敢有算网友嘛算啦吼 ，Facebook 顶我嘛是有吼。那有当时私底下嘛有小可开讲一下，毋过一位是真正是今日甲亲身见着面吼，非常水的一个查某囡仔，一个拢无真正见过本人，毋知遮水啊，是平常时无伫看相片的款。毋过都毋是重点啦，因为大家看袂着啦。我应该放一张相片啦。那好，咱先互因两个来自我介绍一下无？咱就请秋怀这边先。大家好，我是秋怀，我的名是叫邱怀慧，平常时大家拢叫我秋怀，你字是写秋天的秋嘛，对无？对，这个算讲外好啦，对，大家嘛袂歹听，所以看你该安那称呼拢会使啦。我是蜂巢音乐这音乐公司的宣传，我叫怀慧安尼，对，所以你希望大家安那甲你叫？秋怀，歹势名足济。我听讲你之前敢有私底下先甲我讲，你是一半客家，一半即个河洛人的团迄团安尼，你是哪一边是客？我是妈妈是 KE， 所以我自细汉是互我阿嬷带大的，所以我 KE 讲啊比台语较好。你毋着先客语来甲大家小借问一下，按自细。就简单的，叫你小小妹，你讲细都小。我应该是讲阮爸细汉时阵，伊就会甲我讲，伊就不平衡诶。伊就想讲，为什么我客语讲得较好？伊拢会头甲我骂讲，你这个是外省啊！我想讲，这是咱讲的吗？嘿，人是外省。伊就想讲，我台语讲啊伤烂，甲伊想讲我。敢若外省啊，但其实客语袂歹就对啊。对，我淡薄我有时阵讲台语会互客语影响着，就是因为有伊一寡音足紧诶。是，是一个多元的变化，特别有特色啊。就是甲你个人的即个成长啦，你的背景有关系。我讲这是好代志，这不要紧，但都是你个人的特色。我的台语内底有客语的腔口，这是足好的代志。我讲，毋是讲。毋是讲大家拢爱去学即个腔，是讲这是有法度表现你家己个人的环境、个人的背景，这是足好的。对你家己来讲，毋过你敢若讲一个字，无紧，那边你若即个切换袂，你那边若台语讲袂出来，会使因准你用客语。我那边会使来试看觅。那另外一位就是即个咱的田园应该拢真熟悉了，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知影，所以赶快嘛是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无？是这个亚特阿哥秋怀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康的家祥。即个当然我之前咱私底下伫开讲时，我甲伊讲，若是我会请我读家祥嘛，吼，伫遮嘛。即个甲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毋知影，真少人叫我本名除了工课场，我本名的名读起来，生无共款读起来，甲你共款，对无？我甲你讲过。到尾前2工我才知影另外一件代志。我两个连生日都同一天。什么？我读大学的所在，佫是因家己厝的即个砖头，往来参大学。所以足奇怪，阮一个足奇怪的即个缘分，所以就特别注意。当然，进前咱我有一遍，其实嘛前2年尔。
然后都过年时啊，我都走去我家己的人母校啦，吼，中正大学名是无介好听，但是但是这个环境确实足好，然后我刚讲解迄个学校，啊，都顺手去找你开讲啊，带我去这个我国王庙世界行行，因为记敢是我国王庙嘛，我国王庙甲边仔祖厝，嘿嘿，家己祖厝去遐世界行行看看，然后真趣味嘛开讲讨论真侪代志安尼，所以今日个总算有机会个记着面，本来是要一直想讲要找时间找你做回来录音，但是我看你的表演的这个时间就摆甲无随时，我看你随时拢无地带，我都可以等等来我都一直唔敢甲你招，你当想讲哦，大概要想讲要甲你招到，如果看你如果要去打表演，去打表演，顶边我去顺从先，我真正在开讲，不要紧，这个。我顶边去顺从先啊，伊毋是最近出新册嘛，然后这个代笔飘撇，哦，顺便甲大家推荐一下，啊，伊就一群人嘛伫遐，啊，真侪朋友伫遐，啊，伊就讲结束了咧，要去听你表演，吼，刚伫附近嘛会看吼，嘿，我都想讲啊，拄好时间都还袂拄好，无法度过，然后想逐遍都是你看着讲，伊个去表演，又个去表演，我哪敢甲你招？哎啦，趣味，这时间又好拢会使，嘿，这日后咱会找时间一定会，这个一定会，咱公开讲啊嘛，咱尽量私底下讲。我相信大家可能随时伫遐讲，当时要录，我大家都会问吼，所以咱公开甲讲出来吼，下一个原的概念就对啊。好啦，当然今日两位来甲遮是有一寡即个目的，吼，咱今日是有主题啦。哦，这主题啥？主题是世界音乐节，吼。这世界音乐节其实是讲实在，我真正就无清楚这个物件。现在会讨论到世界音乐节，是因为有一讲这个手法吼，因为咱当讲伊是风调音乐嘛，这是算讲伫咧台湾真大的一个音乐的厂牌，吼，音乐品牌真出名啦。对我来，我细汉时阵，我补充者，我细汉时阵上有印象上深的，就是甲风调音乐有关系。我买过一张专辑。嘛是我拄开始对风调的印象，就是这伊是自然音乐为主的物件吼，拄开始应该是安尼。我会记迄张专辑是即个叫做鸟，就是叫，敢若是金代老师，是吴金代先生即个作品啊，伊有两块 CD 的款，吼，是第是有配音乐的，吼，叫我声甲音乐结合做伙变成一个曲。那另外一个是单纯的叫我声的收录，吼，无共款的叫我声咧。图鉴的概念。嘿，是声音的即个声音多感咧。我是除了听平常时当然是听音乐的，但后来我都产生兴趣，一直去听遐个鸟仔单纯独录鸟仔叫声的。因为真侪鸟仔是平常时咱生活中拄会着的鸟仔，像咱讲乌秋啦、大卷尾吼，搁一寡话袂，然后白头翁啊、梧桐啊，像即款的。后来我都是。一直听，去甲迄个声背起来。我当然已经袂记了，但迄当时我会使甲大部分的鸟仔叫声背起来，就是比如讲我伫咧大学时阵，迄附近有什么鸟仔用听，我会听出来讲这是什么鸟仔伫附近。我想讲背起来，你会使甲伊沟通。我是学鸟仔话，我是背鸟仔话，背较学小可无共款。最近就真侪甲即个爱背课文有。但是我是背起来尔，然后咱无都甲因开讲，但是上无背起来都大家知讲，这附近可能有什么鸟仔声，什么鸟仔出现咧，所以我对于风调拄开始的即个想法，就是伊是自然音乐为主，啊，有一寡，就凡是以单的角度来讲，就较小可成世界音乐的即个范围的各种各样，我都可能包含一寡民族性的音乐较重的物件，乐器的演奏。其实我迄时阵较少听着讲有。唱歌即款的，有歌手歌曲拄开始是较少有听过即款的。那这是后来敢若风调音乐的一个经营，还是伊的范围嘛愈来愈大。我感觉伊的即个规模可能嘛愈来愈大啦，所以都无共款。后来恁搁接即个世界音乐节的主办，其实嘛2016年2016年开始，甲当7-8年啊，7-8档开始。7档，7档，因为有一档有一档疫情的。对，前有迄款一年。哭消，促销，有反正就是有减办一年就对啊。对。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拢是由风调的这边来办嘛，所以应该嘛经验真侪。但是其实讲实在，阮拄开始伫听这个物件时，因为知影是风调音乐办的，对我来讲
头壳来铺现的，就是我较早对交交有下，叫声啦，有一交嘛就个家己单奏啊，甲这动物的叫声，我规场拢对声这物件是好听嘛好听的，敢若白雪公主，敢若小可怪怪诶，就是讲我都毋是迄个白雪公主坐伫遐咧，个是啊现场一人发一个捧果啊，哦，所以敢若怪怪，所以到底啥物是世界音乐节？嘿，这咁我都互大家了解者。我即这边我家己讲即件代志，因为是讲哈，迄到底世界音乐到底是啥？我安尼讲好啊，因为阮较早风调音乐，阮较早有做一寡音乐的节目是，音乐的 CD 是阮去采集台湾的原住民的声。是。阮是采集13组的古调。嗯阮成地，阮有一当阮采集的音乐。互格马兰族摕去认证，讲因为因有因家己的音乐，所以因定会使互划分为一族安尼。所以阮迄个记录其实对台湾的原住民的音乐的记实其实就有帮助的。然后呢，民族毋是阮敢若有，就是别个国家嘛有。是世界音乐的主题的重点就是放伫咧土地的声，就是为每一个国家无共的国家无共的土地因发出的声，是阮想要摕入来，互台湾人嘛看到的声、听到的声。所以阮选的毋是敢若有台湾的土地的声音，佮有其他的国家。那呢其他国家就佮较多元啊，因为即个世界足大的，因有分足侪细小的民族。因的乐器嘛有，就传统乐器嘛较无共，淡薄仔甲阮的传统乐器会使对话交流，毋过嘛有小可无共的所在，所以阮就会去世界无共的音乐节去揣，听着较好的节目，感觉讲台湾人可能会介意，阮就会甲伊带转来。对，这是阮主办世界音乐节的主题安尼。就是讲内底恁的重点其实是每一片土地伊家己生长出来的即个族群、即个民族因所产生的音乐，因为音乐其实是表示着即个族群的文化嘛，就是你当讲噶玛兰族生活，是，比如噶玛兰族的音乐对因来讲意义是啥物？反正伫伊的即个祭典内底，伫咧伊的生活内底，就像好多人嘛有咱讲。有即个小宝歌啦，有歌戏啦、歌册即款物件出现，每一个族群敢若拢为家己，因为咱拢生有耳仔一对嘛，应该是无三支的啦，一对来讲，咱有一对耳仔，咱对声音是有感受的。声音以外，其实还佫有一个物件，就是曲啦、旋律啦、音乐。敢若对大部分的族群来讲，音乐拢甲伊的文化、甲伊生活有足深的关系。甲咱当定讲音乐，想着产业，想着流行、大众文化，但事实上，音乐也是声音，这物件还佫乐器，其实真正拄开始是对着伊的即个族群伫咧发展的。即个族群的特性是啥物？可能就影响着因，佫伊的生活环境、伊的自然环境是啥物？可能就影响着伊安怎发展家己的音乐。那所以。我当听起来感觉像是讲，甲即个世界真济为各自的土地生长出来，即个属于在地、属于民俗的，伊可能无遐商业化，伊无讲像主流的即个大众文化，讲一条歌会使传到全世界，大家拢知影，卖上千万张专辑啦啥，大家拢知影即款的音乐。但是伊是表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民族因家己的特性，也就是讲，你透过即个音乐会使去熟悉。搁较侪无共款的族群，因的故事、因的民族的特性，甚至因的人群的即个性格是啥？敢若听起来敢若是安尼。对，迄伫阮风调音乐，阮就是伫做较非主流的代志，因为阮拢做鸟啊嘛。阮上畅销的一条歌曲叫做《森林狂想曲》，迄条鸟啊甲动物嘛是吴金代老师的作品，就是阮上畅销的是一款的。阮成地，阮之前有做一张专辑是《我的海洋》，我的海洋是嘛是吴金代去做的，伊是到台湾的各地的海岸去收海岸的声。阮第二张 CD 就是像你刚拄仔讲的迄个鸟仔共款，阮就是甲无共的所在的海洋的声拢放入去，所以伊是一个台湾的海洋图鉴，声音图鉴。
就是这个早期咱讲主人的 ASMR， 对，有曲的 ASMR 嘛，对，嘛是有曲的，啊嘛有纯海洋的声。如果互你无共款的变化，对 ASMR 较手路较油安尼，变化较济。这嘛是土地的声，所以伊就变做是阮风调音乐咧出产产品的重点，就是阮希望阮的作品拢是为土地出声，拢是为生活出发。有主人的，有族群的，拢有安尼。当这时间 ASMR， 我就想讲，这唱片单应该其实销路袂歹。迄当阵销路袂歹啦。我当应该是嘛袂想歹个对，其实迄个需要，我后来发现讲，这个需求其实是足大的，一直。你当然随时会使听唱歌，毋管你要听当然流行歌啦、时间的物件啦，都足济。毋过，比如讲你要困的时阵，你需要点落来的时阵，其实你会发觉讲，这声自然的声，尤其你若住喺都市的人，这个需求足大，足济人打拢，足济讲，这个困眠的音乐有要困真正放的音乐，你若无，阮兜的困眠音乐足济，我定讲海的声嘛有啦，吼，鸟仔声啦，什么水流声啦，吼，足济款的，这大家你若去 YouTube 找你发觉讲这款的吼，伊迄个数字嘿，点话就足悬的悬，嘿，拢是100万在跳，我迄个24小时伫放的嘛。我讲哦，这个需求其实足大的，所以都开始对风调我的想法嘛，一直拢较这靠关的。当然，因为你会甲这个世界音乐节咧，听起来变讲你会甲无共国家、无共所在土地，即个族群因的音乐带到台湾来嘛。因为我看伊是写世界音乐节伫台湾，对，大概是安尼。甲带到台湾来，然后内底就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音乐特性，无共款国家，无共款的，甚至是表演的类型，无一定是单纯是音乐。因为咱定讲音乐，毋过音乐的表演类型嘛，使有各种各样。你内底有一寡什么较希望互大家知影的物件无？是讲你感觉今年特别有特色？你就算讲你前几年来过，你今年佫会看到无共款是啥物物件无？阮今年是真正就做甲足大的转变，因为阮正正拢伫咧大家河滨公园，伊是较土地，真正足土地，佮有风吹啊、草皮啊，对，迄真正是足辽阔的。毋过因为旧年毋知大家有知影无？阮旧年拄着风台，阮有一上尾一日节目拢取消，有上新闻哦，有关电水门，因为对，因为阮有人有听过这个代志，水门事件，对啊，台湾的水门事件啦，无对，所以今年阮就想讲啊，无阮换一个所在嘛转型者，因为第7档啊，而且正正因为疫情的关系，阮今年会使扩大主行。会使找一寡国际的团体来，所以阮就改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主行。阮就有室内甲室外的舞台。对。今年有室内舞台了，阮就想讲会使做一寡较特别的节目。阮有做一寡较应该是讲无感体验拢有的节目，就是阮有。一个无声 DJ 的活动，无声 DJ， 对，无声音乐嘛，就是无声音乐到底是有音乐是无声？我感觉会对。现场有2个 DJ 播歌，每一个人会使摕一粒耳机，你就家己拣你想要听倒一个。毋过为外人看，你外口的人看到就伊毋知影你咧听啥，对，伊毋知影你咧听啥。毋过阮遐佫有放沙发的蓝骨头啊，有球池啊，大概就会使伫遐就是倒咧听，还是你要徛起来。这声音版的关录音就是。对，足特别。阮家己嘛毋知影伊会写啥物款，因为阮嘛是头一届做这。另外一张就是有香氛的体验，就是现场斯卡达的演奏。香氛是现场调香，就是吼，你会使听，佮会使闻着香安尼。伊方面是以现场家己的感受去调整。对，你就是听着声音。所以规场嘛会变化，你闻着的香味嘛会个变化呢。哇！
我讲我听起来，你若外人来看，我家己说像迄情形，虽然拢烂伫遐哦，一个耳机目睭可能开开，啊，敢若鼻三个食啥，敢若这中华馆倒遐怪怪，所以伫室内嘛，真正伫室内，敢若毋知有输着啥物件，台湾敢无合法？毋知哦，我毋知。就讲足笑迄个感觉，就讲笑。今年有做即个改变，因为进前拢是会有迄个全家大小，阿公阿嬷带爸爸妈妈说孙啊同齐来，伫遐看街头艺人表演，伫遐散步运动，顺便听一个音乐。阮进前是即款氛围啦，今年就做一寡改变，这是今年新特别增加的节目，配合最近这个 keep 一寡有诶无诶物件，或者这个咱可能就较无遐适合带囡仔去。毋过这就蛮世界音乐。先生甲迄囡仔迄个迄耳机甲搭伫诶嘛，啊，塞个迄小房间嘞，摆内底，说摆出来啊！哦，这我讲这个环境应该是真趣味啦，就是即个拄仔讲无啥音乐，我印象中敢若讲。因有无共款的 DJ 伫内底，会放这个音乐嘛，伊可能嘛，每一个 DJ 家己的特性嘛无共款，所以你会使伫你耳机内底是会使去调整，对无？你今日要听倒一个，会使切来切去安尼。对。敢若听讲因会知影讲偌济人伫听。因知影。所以你都会变场啊！毋对，外口看起来，咱外人看起来都敢若无啥代志，拢弄伫就平静就舒适。内底足热，伊大粒光细粒看，就无用的。伊遐人较济，我要下当本啊咧，虽然对即个无共款的感觉，我讲这是真趣味的一款生活吼，可能嘛过去大家较无去试验过，或者。会使来先看卖，还有什么其他领域较特色的所在无？其他的就是阮今年有做一个跨国共治，阮甲日本的流行的女星就是一清瑶，会甲阮台湾的桑布伊，原住民的，就是做一寡共治，因会甲两边的文化的音乐。结合做伙，毋过伊会写做啥物款，阮即嘛毋知，因为还未练团诶，伊敢若讨论编曲尔，就是还未开始练安尼。啊，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甲韩国诶，嘛是甲首尔音乐周诶合作诶节目，嘛是台湾诶夜影甲韩国诶欧黑人，因讲欧黑人有韩国诶魏如萱诶。感觉有听讲你主打这个，台湾的较紧了解什么意思呢？对，啊，较因甲夜影较空灵的节目安尼，就是因两个有讨论过安尼。因为比如讲你有无共国家合作，有台湾原住民甲日本，先讲一清瑶，咱讲日本啊，毋过咱嘛知影讲伊老爸是家人眼家嘛，基隆严家的后代。我一直想要去讲迄个咱讲台湾五大家族的故事，个一集安尼，足频大，一集可能讲袂了。我是足频大讲的，毋过确实有当若看到一清瑶，就是因的阿姊一清庙嘛，就有名嘛吼，包含舞台剧嘛。写册伊甲台南的关系嘛，真亲嘛，写介绍台南，我印象中敢若是台南的款，所以因姊妹仔拢真有才情吼，所以即个妹妹进前其实伊较早我会记得伊发唱片的时阵嘛有来台湾，嘛有宣传嘛吼，所以可能大家对即个名加减是有熟悉。那伊甲桑布伊两个人，原住民的音乐甲日本的音乐特性，我毋知因的日本音乐是日本的搭一款音乐，因日本音乐较流行的所以两个结合做伙，可能伊个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物件。而且世界拢看袂着，就是敢若世界音乐在动场看着，你可能伊家己嘛未完全做。我想者，所以当讲当场，伊可能是头一遍即个物件伫咧世界出现的对啊。所以大家会使真正若有趣味，会使去甲感受看卖，这是真特殊的所在。有什么较特别的物件无？今年阮期待就是阮有为乌克兰，有找着一个乐团，伊是用较像民谣实验的感觉，毋过因的主题拢是甲革命啊、政治淡薄仔关系。阮其实选因团入来，第一是因的表演真正现场表演真正足震撼的。第二就是阮嘛想讲，因为透过音乐，阮会使支持一个
无共诶国家产生诶无共诶文化。对。你总袂使永远拢什么音乐换音乐，政治换政治，这真正对。阮必须要讲即个代志是，阮今年其实有媒合会，就是阮有选一寡表演，就是要互国际诶策展人看。是，互因会使就是看着台湾诶音乐啊，介意诶。就会使带转去因个国家的音乐节去表演，真卡人今年嘛有，嘛伫因 showcase 嘛，对 showcase 啦，去相亲，是安尼讲无对。其实就跟他国际册店共款嘛，然后一寡册大概都即个版权人就会去找讲，即本册我感觉真适合啦，会使翻译过来咱家己国家都会应该真受欢迎吼，大概是即款的做法。所以世界音乐节其实因为毋是甲世界音乐带入来尔，嘛是甲台湾的音乐带出去嘛，甲送出去，所以。有像 showcase 即款较产业类型、产业方面的物件，当然可能对一般听友来讲，产业即部分是大家无一定讲遮了解，者讲会去直接着即个物件。毋过伊是对外有开放的，对无？对，showcase 你共款平常时嘛使去听。对，阮即个是伫拜四甲拜五。节目，打是礼拜四个拜五，10月12，新年10月12、10月13，总共2天，拜四拜五，有即个免费 showcase， 是，这2天是免费的吼，大家会使真正亲身去遐看一下。那内底你可能就看到真侪是咱即边，感觉讲台湾有即个条件，有即个财政，就是讲伊就算讲行到世界各国嘛，会真受到欢迎。那未来无得空互邀请去世界各国演出，你要看到伊伫台湾表演就足少。机会就少，趁机会紧看，无是后你要看到就困难吼。搁等下演出即个要跳票，即个钱可能都毋是遮俗啊，吼，毋是免费啊，吼。阮即个 showcase 其实有国外的团体来投稿，就是阮这是要甄选的，所以大家递资料互阮策展人去拣，就是伊拣讲伊现场想要看到倒一个团体安尼啊，即摆其实有。国外的团体嘛有寄批来，所以阮即届嘛有选，就是3-4组国外的音乐团。那表示讲，世界音乐台湾的即个世界音乐节，已经有一个品牌的知名度，所以大家世界各国的人会认为讲，我来到遮会使看到有价值的，会使走进我家己国家，互大家。会了解的这个音乐，毋管是团体啦，或者是类型，所以连外国的团体嘛会主动来报名，讲透过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会使互更加侪人看到安尼。所以已经做，因为咱当讲大概2016年开始，恁都开始咧做这个物件嘛。这个物件就是一直做，一直留，最后才真正会发展起来嘛，总是爱时间。所以咱会使看到讲伊开始伫发酵、发酵、发酵，所以。有即个效果出来啊！当然，咱都趁即个机会，尤其是家己台湾的一寡团体表演者，咱平常时无一定有机会拄着，因为有的团伊可能无遐商业化，伊毋是遮个足大的遮个音乐的品牌伫咧推销讲啊。会甲你放伫什么办一个足大型的即个演唱会啦，啥或者是广告下足重的即款的，若毋是即款，但是伊其实是足好的音乐的时阵，你就爱透过像世界音乐节即款的活动，即款的机会才看会到。那像即个咱当讲有 showcase 就是。甲你showcase 敢真正甲你关一个房间啊，是啥来？对舞台啊，一个舞台空间。我有参加过，真他人讲者。你之前敢有参加过？之前有参加过。你家己 showcase 的经验是啥？伊做新一个音乐节，但迄音乐节，我小可无共是因为有小可咧秀一个你的现场，你的状况，就是你的目的。敢若是要推销你家己的感觉，迄种感觉无加你去演大间就无共。因为台下的人毋是单纯来看表演的人，是，伊可能在看你到底创啥，来敬人来敬人哦，来相亲。我要举一个较无遐好听的例子，我一直去想到迄个，我若去卖即个宠物，吼，咱讲动物看了，宠物拢可以猫啊、狗啊，即个用品的店，伊内底有一寡迄个会使，你会使认养倒来，会使去本来，爱到一家一家，有机会要甲带倒去。我就是看，那叫片玻璃门。有诶，就个性足古锥的，一直咧甲你耍啦，吼，希望你甲帮个啥，有诶就一直困埋插你诶款。
我都毋知想到一直想着，伊可能有做 showcase， 我就一直想着这个精品安尼。都是 case 嘿，就是讲一家一家安尼，大家遐看吼。当然无共款是讲，因为遮表演者、遮团体其实是本地有法度一摆，甲遮伫 showcase 顶悬表演本身就是要有一定的程度，而且是有符合这个音乐节因家己伫看待遮物件诶，这个目标，毋是讲你真好人，是讲这个团已经有名声哦，就找伊入来，其实毋是安尼。你既然家己有名声，你要去外口去发展就去发展嘛。我讲这嘛毋是咱这个世界音乐节单位伫咧要找团体的时阵的目标，我想应该是无啥共款。所以伫内底真正会使看到足侪是有即个价值的团体，所以。除了产业界的人看，产业界的人看有当时因为因爱走场嘛吼，因爱一间一间看过，一家一家去看过，所以伊无一定有法度长时间留，比如看你即团全部表演煞。毋过你若是一般，咱的听友或者是对音乐有兴趣、有心识想要去听的人，你如果是免费的，你现场有介意的团体，其实你会使趁这个机会好好甲伊。规个表演完整个听了，你可能比在来找这要带团体出去的人，其实是搁较有机会真正好好欣赏因的演出。所以这是除了是互这产业界的人会使有机会去接触以外，另外就是咱家己有真正有想要听歌的人、听表演的人，会使好好去享受一下啦。我讲这是真好，搁免费嘛，因为这2天新历的10月12、13嘛，这2天拜4、拜5。那你若是爱上班，其实有到暗时啊，对无？我对，我有到暗时啊，到7点半。对啊，你若下晡有时间通闹跑起来，或者是有出来，还是你，还是迄群？迄讲是迄讲讲有迄群？无，迄礼拜个国庆年假了。哦，而且加请2天啊，对，使迄较长拄好啊。头前出去耍诶，后壁等下就是咱来收心啊，收心就是去参加世界音乐节，参加这个世界音乐节啊，规个甲收缩起来安尼啊，我这个人家帮了有爽，才有充电，面对你的头家、你的顶司嘛，才有这个开力，我都对笑会出来。哦，所以推荐大家会使去看卖安尼啦。当然，有讲到讲。因为对我拄则私底下你可以讲我就讲，有当时我嘛想讲，奇怪，那会找我来讨论世界音乐节，但是因为咱知影讲，因为调来开讲，这个频道目前做拢是甲台语本身较有关系啦，所以呢，咱的听友本身嘛，因较关心的议题可能甲语言这个代志吼，语言讲语言吼，语言这个代志较有牵连，所以就来，既然要来到遮吼，总是要接受一寡考试，这就是既然恁就家己找来啊嘛吼，这个来请教一下这个手法吼，你感觉讲以目前咱的听友的情形，大家嘛知影吼，对于台语或者是关心这个语言的族群来讲啦，你认为这个活动内底有啥物是咱家己的听友会特别？应该爱去看，毋通漏交去的，包含比如讲表演者啦，或者是啥物款的活动啦，或者是因为咱知影有市集啦，市集内底有真侪无共款的来源，有的是音乐的体验嘛，有的是美食美食这是所有人拢一定对，说当然，不管你对啥物关心，你拢一定爱去看卖，一定听讲最好食的，我有听讲是最厉害的感觉吼，所以有啥物是像咱家己一款特殊，因为无共频道，无共的媒体，因家己的受众，因的观众、听众是无共款的嘛。吼，对咱来讲，这世界音乐节是足多样、足多元的。内底有啥物件是特别是针对，比如讲对台语或者是语言较关心的这族群来讲，是特别有吸引力，或者是有你认为讲因的有兴趣的物件。安尼讲好啊，阮世界音乐节因为就是有主题是讲土地声嘛，所以台湾土地声阮一定拢会敬，包含原住民、客语、台语群，阮拢会敬因的节目进来。今年的台语的节目就是猪头皮老师，有一个猪头皮的新台语歌运动的这个节目，伊主导做新台语歌运动嘛。对，阮听讲，阮即摆嘛毋知伊会演啥。嘿，我即个上趣味就是，你会使发觉讲主办单位完全毋知伊。不过阮有听讲伊会从各个年代流行的台语歌敬入来，就是演唱互演唱互观众听，就是互你听到。但是伊是唱
可能是大家歌一路行来，无共阶段、无共年代一寡代表性的歌曲。每一个即个新出来的歌曲，对前一个年代、前一个阶段来讲，拢是新台语歌嘛。对，你会使听到台语歌的演变，甲伊无共的所在，就是嘛，足趣味啊，而且加上拢可以。嘛会参加即个节目。你有互伊邀请？有感觉你讲爱唱啥？除了你家己的，伊有甲我讲爱唱一条歌，因为阮最近有合作这个杨贵的音乐会，有为这个杨贵的小说内底去写一条歌，这条歌共款伫世界音乐节的时候会来演出。就是讲是全球头一遍的演出，头一遍伫杨贵的音乐会。但是因为甲岳信老师合作，伊都是做。随性定定会有我想袂到的所在，譬如讲到底是我要唱，还是我要做伙唱，还是我伫台顶，我拢毋知。这个活动就是无人知影别人要创啥，无一定知影家己要创啥。因为阮举行这世界音乐节，阮嘛毋知影伊会产生啥物款的火花，就是大家人去其实要听到的物件，甲体验到的拢无共，所以阮诶。想法是，大家拢会使伫遮找到一个因介意的所在，因介意的声，因感觉无体验过的体验感觉，安尼阮就足感觉，就是因为音乐的物件，其实你听到，你的身躯就自然会有反应，迄是足诚实的，袂甲伊骗。毋过这感受就是家己知影尔，阮袂知影讲你受到啥物感动安尼。感觉敢若会甲无共款的物件，化学的成分，放做伙看会产生什么款的化学的反应。反正无共人去看，无共人去感受，伊个无共款。反正是共一场表演，共一场的，比如咱当讲，即个无声的音乐的放送，就是挂耳机来伫内底。其实拢是共一个场所，但是大家出来可能感受拢无共款。即个网的程度，毋知食偌重，吸偌重安尼程度，笑的程度毋知偌重安尼，每一个人可能情形都无共款安尼，所以是真趣味。但是我想要来顺便，袂使敢若像怀爱考试，咱来诱看卖好啊，好不好？就是当然咱有讲，因为这边有即个低头皮老师即个。新台语歌运动的时间，会使先互大家知影一下。时间，伊是伫咧10月15，就是礼拜的下晡2点45到3点半。时间数量为难。反正就是10月15，新的10月15的，迄天是礼拜，迄天的下晡就对啊，后咧两早起啦，吼啊。伫遐会当然，伊咱讲，拄仔讲，伊可能是甲无共阶段、无共时代的台语歌，一个有代表性的歌曲，来提出来唱互大家听，或者是甲大家分享。反正有，我毋知，反正有歌的故事，咱拢用摇的啦，当然是用摇的。反正有歌的故事、歌的背景，还是解说讲即条歌是安那有即个价值，互咱提出来讲。那咱来请家常来摇看卖。有啥物歌？可能会出现几条歌，到时阵咱听了，去现场去比对看准。明白有讲出来咯，是，看有对无？明白有摇对无呢？因为我较早有些老师开讲过，伊讲90年代大家讲迄新台语歌，伊家己感觉讲那有新，较早嘛有共款因咧做因迄时代的，因90年代的人咧做因家己时代的人，是到尾啊2000年、2010年到即马2020年，每一个时代都有家己的台语歌，所以伊感觉讲90年代的新台语歌是。无公平，应该每一个时代拢是家己的新台语歌，是，所以我感觉伊安尼概念内底，所以伊可能就找我做这个，可能2020年代表吧，我嘛毋知，可能但是搁较早，可能会找，应该一定会唱伊的歌啦，就是因家己杨贵音乐会内底有唱那些，我想要家己想要听的这个。叫花开的时是，我想要听这条，过来是伊家己的歌，我最想要听伊唱，我是神经病。我是问你讲，你认为伊每一个时代会讲出来歌，毋是你个人的歌，毋是你Spotify顶管的歌单，你可能误会。我这个无听伊唱，我是神经病。这你会使另外去甲要求啦。我是要叫你摇，我毋是叫你甲阮讲你的歌单是啥。
好啦，那两千年我应该会唱500个吧。两千年500有啥物？两千年500、2000年选唱什么歌啊？手机高照敢是迄高照是毋是较早一首？我袂记得。较早一首啊！尾啊一张啥？我袂记啊。挪威森林，应该毋是台语歌，毋是台语歌。干嘛不是台语？哎呦呀！佫较早咧，佫较早你有看卖？佫较早，佫较早。因为咱嘛毋知讲伊实际上是会为偌早开始讲起，比如咱讲哥伦比亚诶即个较早迄个唐家唱片出来开始，其实台语音乐都正是讲进入有记录诶年代开始就出现啊嘛，吼，包含以前咧讲顺诶歌曲，较早诶一款歌曲，到后来一段时，文学进前嘛，真侪人咧讨论遮物件嘛，吼，连到底读做文学还是文学，都会使讨论就。伊家己伊本人敢若过去嘛是，就侪款讲法，伊家己欢喜就好啦，吼。哦，各种无共款时代诶，即个代表性歌曲，包含讲丁武宪，反正嘛是一个时代诶代表性，讲四月望雨嘛，四月望雨诶即个特性，真侪过去这几个可能大家较知影，过来较近代了啊，比如讲我哋比如讲林强，向真行可能是一个时代诶。所以你讲，虽然讲对每一个时代来讲，拢有家己即个新台语歌即个代志，但是反正林强对我来讲，我可能我家己感觉讲，要讲到讲一个时代变化，每一个时代虽然有变化，但你会向第一个想起即条歌的时阵，可能对我来讲，可能是向前行。是。对，老实讲，对我来讲，即个倒退路嘛是新台语歌，伊是完全佫无共款，甲过去嘛是无共款吼。当然，伊甲向前行其实有一寡关系啦。伊若是要唱这，我现在欢迎的，我做改唱。我较早嘛捌做过即条歌的即个改判嘛，每一句甲看望嘛有关系，甲真侪物件有关系，所以。你会使甲建议者，倒退路无？变成阮的建议。我认同。我看伊的特性就适合的，伊应该是真高兴。迄个感受我袂歹吼，因为恁家己的歌曲像你家己的作品，即个夜观市场其实嘛有真侪甲你看梦关，看梦或者是一寡。甲鬼魂嘛有一寡关的鬼魂的代志吼，所以我讲合作伙敢若现场即个除了人山人海以外，可能嘛有其他的即个看无拢来啊，文嘿，大家拢做伙来，我讲真刺激哦，所以大家你讲实在真歹摇啦，因为有当时讲新台语歌每一个时代即个代表性，但是大家想考虑到版权的问题。我最近咧录节目时阵，有一个问题，你要唱较早的歌，但是版权。大部分可能有即个版权的时间伫咧，还袂过期。因为就算迄创作者50年了过啊，但是伊若是后代去申请这管理，是，迄就是麻烦呀。这就是个另外一件代志。是。所以有当时有时你要去申请，你佫申请袂着，你无一定联络着人。即人是走打去，你嘛毋知，敢知伊有所有权，但是到底是伫上遐？伊报出管的介绍，嘛有可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啦。虽然讲新台语歌，但是新台语歌后壁爱注明讲，即个版权袂伤贵的，版权无伤贵的新台语歌，就还是回到产业的问题嘛。毕竟咱这是甲产业有足大的关系哦，所以无有几条歌，所以就咱既然无有较济，就是互大家家己去现场听，家己去现场看啦。拄仔甲提起几条，拄仔你都讲。挪威森林无神，华语。我家己头一条会晓唱的台语歌是家后，迄当阵迄时就是讲，毋过咁我毋知若是以伫头皮的认定来讲，敢有算新台语歌？这我毋知咧。音乐史内底是有甲家后囥入来，因为迄嘛所代表的。确实有真大的代表性吼，毋管是伊的创作伊的。死行的程度，大家拢会晓唱，毋管你晓台语袂晓台语的人，其实拢会晓唱。即条歌嘛是即个财主的作品嘛。奇怪，财主现在大家唱个那人较是财主啊，你懂啊？你讲唱个那种较特殊的一个，嘛是真喊你听到伊唱个遮有感情，做个遮有感情的作品，其他的作品拢较特殊一寡安尼。好啦，咱讲咱家己即个音乐世界风调音乐本身哦，其实除了
世界音乐节以外，我对风调音乐本身嘛有诚侪好奇，进前嘛一直想讲找机会还是来开讲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咱怎讲拄开始我熟悉风调音乐，其实是为照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来熟悉，所以咱开始都会想讲这就是自然音乐啦，加上一寡可能民族的乐器的配乐这个方式去听的，但是当风调音乐，你会使看到讲伊的范围是足宽的。我其实常常就收到恁这边寄过来的批嘛，就是讲最近有什么歌手恁有跟上寄到 Spotify 啦，一寡平台去，这个作品会使推荐互大家嘛，内底嘛真侪，我讲诚趣味的台语歌，可能拄开始无出到专辑的程度，一条歌两条歌拄开始安尼伫咧发行嘛。那恁家己到底当时安那去定位家己的公司风调音乐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品牌，什么款的公司？我讲大家因为对讲到台语歌或者是其他的流行歌啥，大家一定头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迄几个较大的或是讲一寡会配合着8点档片头片尾，这大家都会足熟悉的歌手啦，或者是过来就是一寡歌唱比赛出来的人。但是风调音乐的镜像其实是完全无共款的。咱内底其实恁有足侪嘛足趣味的台语歌，对听众来讲，要去熟悉这个人，因为因袂嘛赶快收到批，对吧？因要去打吹，个有就是因要去看台风调音乐这个品牌。其实阮风调的起家作品是佛教的音乐，就是阮早期佛教音乐嘛是最重要的一个音乐类型。因为阮做一款音乐专辑，就是较无主流，所以卖甲较无好。毋过阮有一张就是足畅销的作品，伊是佛教的音乐。阮头家就想讲，哪会即款音乐？根本是补曲版的迄个大鼻子。想讲，哪会安尼？伊就足好奇的，伊就问。伊就发现讲，其实阮足侪人要听音乐，伊是想要听一个陪伴生活的目的。我生活有足侪面向诶，所以可能是要沉浸诶，可能是想要困诶，是，无就是想要接受大自然诶声音，所以阮就为即个方式去出发，就是阮去找接近生活诶声音，接近生活诶作品。嘛有为家己的生活出发的，就是阐述。所以阮后来有接到足侪独立乐团诶音乐人的作品，伊嘛是为家己的生活出发，阮就会较 match， 就是想讲较契合，阮就会家己就是发行安尼。要找阮的资料会使去阮的蜂巢音乐 FB 看，因为阮即马发行的作品足侪，所以阮拢有定期放阮即马咧推荐的作品起哩，你会使去遐搜寻看觅，有台语的，嘛有轻音乐，嘛有睡眠的音乐，就是会使困的。各种各样都对啊。对，就是因为阮就是想要陪伴生活嘛有原住民的音乐，所以就足侪面向的。阮家己嘛感觉就会，因为我一个要用台语的，一个要用客语的，一个要用跳得紧哦，教爱，所以我嘛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安尼。对，所以会使去阮蜂巢音乐看。对，我之前有当时嘛会收到，比如讲有原住民的作品的，我讲足好听的，对，就想要甲邀请，想讲问题是袂晓讲台语因为我希望有更较侪即不管是华语的，就是原住民相关的即频道会使去甲因邀请来啦，会使好互大家熟悉了解一下，因为当然每一个频道有家己的即个定位，所以我就可能较无法度讲单纯之前我有访问过原住民的母语共学园是专门伫教阿美族的，但是伊是伫咧花莲因有做帮助啦就是海岸部落的即边的即个园长园长伊伫教育伫做即个牧主计划的时阵，有邀请伊本身是会讲台语，因为伊本身是感觉是嫁到迄个所在，但伊本身是河洛人，就虽然是讲台语，是大稻埕腔的迄款的台语，台北腔的台语去甲遐，所以阮会使用台语去开讲。当然，我就会使讨论伊对原住民的即个文化还是音乐因的想法，但是你若完全袂晓讲台语，我就可能我就可能较歹去甲访问到，这就是较为难的所在啦。无其实有真正有足侪包含原住民，其实是客语的专辑伫咧蜂巢这边，我发现寄来这阮有听到，我真正有足侪足好听的音乐，就你会感觉听到会感动，或者是
伊真正有真侪想法的音乐伫咧内底，但可能我这边无法度，我袂知的人，台语歌当然会使，但是其他无一定。进前即个詹立兴李欣，最近专辑嘛正式发行啊。那都我拄开始就是伫家内配内底听着即首歌，伊的歌都真好听，就较棒伫讨论。后来嘛真正阮有开讲着有录音吼，大家去了解伊的作品，所以。真侪真趣味的物件啦，这都到时阵希望讲大家有机会会使去红调音乐，嘛是伊 Facebook 就写红调音乐是毋是？我就去找看卖蜂巢音乐，这大家应该拢知影，真老牌子啊，然后啦，真大一个品牌，甲人都无共款，咱都讲高行，咱都私底下伫考验讲高行毒气什么意思？这就是高行毒气吼。你若要找即款遮多元吼，包含台语，包含。即个客语、台原住民语，各种各样甚至是自然的语言，我讲自然是讲大自然，你讲自然的语言，嘛拢有，我大家拢会使去感受看卖，去听看卖，因为我感觉对家己的母语或者讲对本土语言有兴趣的人、有趣味的人，伊的即个开阔度是无共款的，伊其实是有法度接受各种无共款的语言，袂因为讲我都听无，我想要去听迄，袂是即款的想法，所以你有机会会使学着报啦，吼，你会使感受着更较侪无共款的作品安尼。好，咱先休困一下，那么赶快转来。我是红调音乐的邱怀，我是曾卡兰的嘉雄。你即马收听的是亚特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鬼故事。2023世界音乐节伫台湾，时间是10月12到10月15，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若是有兴趣的朋友，会使去网络查找2023世界音乐节资料。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新文化，北台湾。那是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后来咱继续转来，其实拄啊过程当中，伊个直直开讲当然私底下嘛是开讲一寡生活物件啦，或者是甲音乐或者甲台语有关系的代志。但讲转来咱节目内底嘛是共款伫讲台语有关系的代志吼。因为拄啊咱有讲着讲，我其实定定会收到即个红调音乐甲遮个恁听伫上架也是发行的，遮个歌手或者歌曲，恁会小批来推荐互咱嘛吼，阮会使先听看卖，若有兴趣还是会使甲因讨论一下，讲有会使邀请来访谈一下啦，或者是有啥物会使斗宣传的所在。那内底其实嘛有真济台语歌手或者台语的歌曲吼，敢会使请即个就块来推荐几位就是近期这段时间来，你有认为讲台语歌，你感觉伊的作品，歌手是歌曲还是专辑，你讲伊的作品袂歹的，这个人或者因的作品来，互咱的听友或者会使去找一个，真济其实拢已经有到 Spotify 啦，KKBOX 这平台，甚至是 YouTube，敢若嘛拢有嘛，真济拢大家拢会使有机会去听会到，会使主动去找真济真好的台语歌。头一个当然就是曾卡人，我等你老师在时间内去上第二个就是拄啊亚特有讲到的曾立新，因为即马有推一张专辑叫做邓来的路，邓来吧，邓来的路，转来的路。当然我会听我会讲转来的路啦，因为我是邓来的读作转啦。因为伊即张专辑就是讲伊去学北管的文化的歌，其实内底有一条我足喜的，伊是用饶舌的方式在唱北管的公车。是跟阿家合作的迄条是不是？对，不是另外一个
唱公车谱的一条歌，迄条嘛是讲人想较当嘅代志。对，迄条嘛就听个就熟啊，真正就熟，迄条嘛就高水的。另外一条就是你拄我讲的，伊甲迄个阿基老师就是合作的迄条，伊叫做看老叶，就是伊是甲歹势少年的洗牙齿去致敬的一条歌。伊就是想讲，因有牙齿歌，我即摆就要写一条庙会歌，所以就高水的，会使大家会使听看卖。在此我要甲阿基讲一句话，就是罐头做卤肉饭啦，伊都袂饱素饭嘛。对，要甲你甲讲，这就是讲到食是另外一件代志啦。好，咱先讲来，所以我会记你张立兴伊是甲我讲，因兜是拢叫伊阿新吼，还是啥？印象中，当然因为因家己叫法咯。阿新的作品，那还有其他人的无？补充一下，就是阿新作品内底，我拄开始感觉上一开始互我引起我的注意是二高梅，二高梅这条歌我嘛真介意去内底配即个混搅声，这趣味的音吧是迄个起混搅的，大概若。听到咱介绍之前无听过张立兴的即个传统会使回翻头去听看卖，我感觉迄个方面嘛真趣味，有真侪伊家己甲，比如讲甲老爸之间的关系，毋是每一个人拢甲家长关系会足舒适，讲实大部分拢无介舒适，都有你感觉看袂过，或者是恁有一寡冲突的所在，那伊家己去面对即个冲突，或者是伊家己安那去排解家己想法，我讲这是足趣味，最后变成歌曲的内容。迄条歌讲其实真使人感动，我讲我真介意迄条歌，这嘛推荐互大家。还有其他人无？另外一个是苏明湾，就是苏明 Angle 的 Angle 的作品，律师嘛，律师歌手，无对，伊今年年尾个会有一场，大家使期待一下。是毋是过爱过来啊？对，伊顶边发生即个尴尬的时阵，迄阵嘛是风调发行的时阵，嘛是我咧改做宣传的。迄时阵我都邀请 Angle 来访谈嘛，真正有真侪人甲我讲，伊听甲特别哭出来，甚至听甲哭出来。伊讲即个一寡案件，因为是伊的作品，真侪是甲伊案件的经过、伊的经历、伊的感想写成歌嘛。然后真正伫讲即个，歹势我袂记你迄歌名是啥的。伊伫讲老爸其实迄个囡仔毋是老爸亲生的，大家最后必须要互带走，但是这几档拢是老爸甲请养大汉的。爱甲家己的囡仔分离的迄个故事，我讲，我其实我当场听我家己嘛。小可小可毋知要安怎讲话，因为确实迄故事会使人就一来感觉就心酸的讲伊有法度甲即个故事的感受甲写成歌曲，其实就无简单，而且这是别人做袂到，因为就敢若有即个身份，家己对着，嘛敢若你是伊的律师嘛无别人第一手的无对，所以迄个感受就无共款。目眶酷强的一溜刷还是啥？对，但是我袂记你正式的即个歌名，我无啥晓背歌名，但是迄段时间我就接伫听即张专辑，原来是准备要出新的对啊。对，Angle 来哦，Angle 你速度真紧吼，其实我差不多该来啊。我特别听因咧讲，就是对宣传嘛，我拢会听伊咧讲故事，其实听过足侪届啊，毋过特别听就是。个嘛是感动得来，而且伊真正足够讲故事诶，伊歌会晓，伊足够用歌讲故事，伊家己嘛足够讲故事。而且我讲即样趣味是，伊伫讲故事时阵，伊迄个律师性会走出来，就是伊会做一个感觉外人甲你讲一个伊无伫内底的故事，是甲即个过程讲互你听，所以伊袂用足重的情绪伫甲你讲话。毋过听歌的时阵就会听。对，伊甲即个感情肯定歌内底，但是伊本身你讲的时候讲，伊就是平平安尼讲过来。我甲你讲一件代志，但是伊会甲讲我足好啊，无毋对。但是伊袂互超工用足重的开口、足重的即个声音哪啥去互你感受迄个足沉重的感觉无？伊就是平平讲过。但是你自然对，心声，可怕的哇！原来就是伊的这情绪，无伫话语内底，拢伫伊的歌曲内底。所以你听伊的歌时，伊迄个情绪就会出现伫内底。所以我讲伊的歌嘛，伊有一个甲人真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大家会使期待即个互年底，所以共款会去找即个风调音乐。还有其他的作品无？毋管是出咱讲单曲，五一条歌，或者是有出专辑的。
阮最近有做一个，毋过毋是台语的哦，伊是公视有一个节目，一个剧集啦，叫做《海洋日记》，伊就是找台湾的，已经播出啦，已经播出啦，即马就顶咧播啊。伊是找着台湾的一寡囡仔，就是去接近海洋的故事。因每一集拢无共，因为一寡潜水的，嘛有去冲浪的，嘛有耍独木舟的，就是因为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海岛嘛，毋过大家对海洋的熟悉其实无遐济，无拢去爬山，因为陆地较好。较踏实啦，毋过海洋伊有就侪你无法度预知的危险，所以因就是用即个节目想要互儿童啊，甲家长拢知影讲，其实海洋教育足重要的。所以吴金代老师，歌是吴金代老师，伊甲伊就无用诶，对，就无用诶，伊上山落海对，伊甲 Daniel Ho 就是乌克丽丽的大师 Daniel Ho 合作，就是出一张海洋日记的原声带，已经上市啊，大概嘛会使去串流收听，阮拢有上架一个数位平台，收贝咱拢听会到。对，内底嘛有找着阮一寡原住民的歌手，甲因合作，就是像苏敏恩、苏敏。安努，佮有戴小军，因拢有献唱伫，就是因的声伫内底，就是唱一寡甲海洋相关的故事。你拄仔讲即句，敢若伫即边世界音乐节内底嘛，真侪拢有来对无？戴小军也来，苏敏来过啊，拢真有关系。金戴老师现场嘛伫诶，毋过伊袂就台啦，伊会伫咧楼骹就是伊会透露大家一声，伊要揣看卖有啥物声会使用诶，对，所以伊嘛会伫咧，大家会使揣看卖。金戴老师嘛，演现场是爱靠脚啊，是靠三枪啊，伊演出可能跟人拢无共款，足困难。伊收录声音时阵的情形，拢无声，大家拢毋敢出声，快点！我这真趣味，确实是，有影有够无用的无用吼，上山落海就伊一人安尼，伊代志上济吼。伊算讲是封调的音乐总监。伊本身嘛算讲伫在家的就对啊，对，因为伊嘛就得当啊。一般咱讲总监应该是就是出一支喙就好，伊毋是伊拢家己爱四界拍照就对啊。对，吼，这总监做了就辛苦啊！今日有机会来开讲。伊嘛是台南人。台语相款。会使，因为伊后礼拜爱录迄个内课的节目，所以会使带伊来。我有听金戴老师讲，因为伊其实去赛季生的时候拢爱填掉，填掉选做这时候是在地理的语言，爱有一寡听到。哎呀，这个金大先生来，吼，再请秋华来转达一下，看你最近要出啥，咱来开讲一下安尼。好，所以有真侪无共款的作品，咱都嘛知影讲，Angle 未来，毋是未来啊，真紧吼，因为咱已经咱录音时间已经9月啊嘛，吼，9月嘛已经是后半个月啊，所以真紧到特别10月啊，年底都会使听到伊的新专辑，当时会使听到伊来上节目，这个我会拍片，来抽一下时间，抽一下时间安尼。好，所以有真侪无共款的作品啦。当然，你当内底讲一直有人最近是毋是无发行新的作品，就是咱隔壁这位。无要紧。所以大家咱你讲 Angle 出新专辑的时阵，我加强一直边讲速度足紧的，我想什么意思？所以因为你顶一张专辑《夜观顺场》吼，然后因此我感觉伊的回响足大，这张专辑算讲是规个迄个，毋管是知名度啦，演出的机会啦，个互人讲注目的程度，其实大拢拓展开，然后大家拢知影即个团体，知影即个人，甚至还有作品，因为你毋是干那，甚至你毋是干那专辑，你还有小说，所以是规个即制作是真无共款吼。那当然。演出嘛真无共款，像咱拄仔讲陈丽萍吼，先是有即个北管，其实你的作品内底嘛参揽真济北管。当时啊，北管你这音乐人是心目中向即个地位愈来愈高，是一个大家拢一定爱参揽嘿。咧吹啦，咧吹讲啊，你要做台湾的歌啊，台湾有啥文化，啥物传统，咱我家己就是讲台语的人嘛，台语的文化习惯内底。
北管南管种物件其实是真代表性的物件，现在中国即摆是较少啊，所以保存较侪颠倒是咧台湾，啊北管就有经过在地化，所以伊甲中国的北管其实嘛小可无共，所以我感觉伊嘛是真代表性的一个种。对，伫咧台湾北管其实甲即个宫庙其实之间关系嘛足深的嘛，吼，像之前地方嘛新的时嘛是讲着讲伊即个李春元，吼，因刚好做李春元，就甲因的迄个妈祖庙之间，应该是南庙宫是毋是？南庙宫中华，敢若是。我小可袂记，我嘛袂记啊。但是甲妈祖庙之间的关系就足深的吼。那北管定定伫咧艺阵啊、出阵时嘛是拢甲遮的庙会拢有诚深的关系。像顶边伫网络顶我嘛大概提起过，像宜兰东角表情是阵啊，即个出巡吼，即个乐地亚生，乐地亚生时就邀请有诚久历史的即个灵安社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即个灵社来到，实在是足历史足久的嘛做伙来安尼吼，所以咱先看着讲北管是一个足特殊的音乐吼，咱一般伫讲音乐其实无。较反正袂直接去想着甲宗教有关系，或甲信仰有关系地方的物件。但是像宫庙，其实咱与其讲伊是一个宗教，就是与其讲伊是宗教，不如讲伊是咱结合信仰甲生活的一个正特殊的文化。这个文化放伫咧音乐内底，其实就特别的。所以可能我想问，是毋是因为安尼，咱打真济即个乐团迄些创作者伫咧。做伊的作品的时阵，反头去找家己过去在土地顶管发展出来一寡甲音乐有关系的物件，你敢若都闪袂过北管即个物件。比起南管当然足好听，南管尤其台南地发展南管是较久啊。但是南管难度足悬的，伊佫是另外一款代志。基本但是北管伊本身，比如讲伊对真济无共款的戏剧嘛有产生影响，包括歌戏，其实伊本身其实就是北管的本身的形式，连讲的话嘛，毋是讲甲一般的台语共款。所以你该学即款话语，官话无去学啦，因为官话我感觉伊有种讲法是官话种物件是台语，啊个无共款。所在种是普通话，因迄种参南做伙，啊个有变种，所以迄种物件变成种复杂的。但是伊每一个所在讲的看会无共，所以说学起来颠倒都困难的。而且因为我即摆甲淡水那边咧学，其实我是嘉义人，所以我先学，我先学伊的北管的演奏，官话先较晚的，无要紧。你敢有学久会变台北腔无？可能有北管的台北腔，直接高水讲起来，这就好诶，无的确咧，是毋是敢真正有这个差别？就是讲共款是北管，但是。音乐内底嘛有腔口，我这是最出名的音乐内底嘛有腔口，好今日来飘地的。但是我要讲一件代志，可能较北管无关系，但是我最近较知影一个资料，我感觉会使拍对北管啊，对庙会应该会相像。比如讲日本时代的时候，最近有迄论文，迄朱梦慈老师伫南艺大咧教册，应该迄个，我拄昨研讨会。伊就互我看最近咧研究啥，就看到阮家己我高中的母校，华南高商，商业学校啊，伊就讲，迄个时阵伫咧学校，伫咧庙会，咧出庭的时阵啊，遮少年啊，遮高中生，因会组一个迄爵士乐队去参加出征，都是音乐性，伫迄个时阵来讲。可能不只是北管，不只是南管，可能有西洋的物件入来，西洋入来，因讲因迄都无老师啊，拢是家己听家己吹，家己卷的嘛，家己卷的，所以变做是台湾在地化音乐，但是西洋入来，伊迄音乐卷内底可能就会套人其他的乐种国际，互相参揽，我看这是拍咱台对庙会啊，台湾文化这个相像，所以这是大概什么年代的代志？日本时代差不多，日本时代就开始啊。日本时代应该还没皇民化，都较早之前有一个中10年迄较自由的时间。你讲到皇民化，你想讲北管内底毋知有掺染一寡日本文化的物件无？这可能再研究下。所以北管本身伫台湾来讲，更是一个内涵，或者是讲伊包含真侪无共款的文化，或者是音乐的性质伫咧内底啊。当然，伊有上基本的传统的底伫遐，但是伊嘛有真侪。
新的变化所以反正是因为安尼，所以最近咱听到这济无同款的搞团员的作品，拢会甲北管有一寡关系，但是因的每一个团的北管的感受又个无啥同款，包含可能恁家己对北管的感受，包含因学到迄个对象的北管的腔口是啥，伊的北管是倒位的腔所以真特别的一个方式啦，我感觉。那所以你这边都有讲到讲，你伫咧世界音乐节有按算是要演唱的歌。恁家己创作的部分是甲音乐有关系嘛，对吧？这是甲15号迄天是甲朱特别老师伊合作，第一另外一个活动嘛。这无要摕来12号的时阵，我会演阮家己的。阮家己的即个有请到这个声响乐队的这个唢呐手黄国宇，来帮阮分鼓吹。我比较过了，我还是给他吹。你较搞笨啊咧，真正听起来怪怪。过来就是我歌内底即摆准备新歌，新歌内底虽然可能有排出来有演过，但是你讲新歌是未来可能会收录伫咧新的专辑内底，有可能，但是我专辑想要甲小出来共款做一下，所以把爱看，爱等一个，所以我讲那这可能不是一个呢。人关系跟拍几场这下看吧，对拍关系嘛就辛苦诶，关系拍几场啊？你迄个什么迄个是啥哈？因写一下名件，诉状，迄个诉状啥？几台啊？因迄诉状不知已经写偌济字去啊？会使写几落本小说啊？你讲唔记得出？第一台较济啦，我是内底劲安尼。伊想要劲啊，伊想要劲，伊最重要。所以按算几条歌，敢有已经嘛拢安排好啊？就是伫世界音乐节内底5-6条，那时间有法度可能6条，无法度5条就好啊。因为阮最近其实阮全部的团员拢有去学北管，阮都申请补助，申请写计划，所以旧年甲今年拢会继续去学，所以阮即摆每一个人拢会晓一个北管的乐器，还有代家己有去。陈明忠老师遐，乐琴社会遐去学乐琴，所以即摆看有机会，等下乐琴加入来阮演出来的。所以恁团员就忝的，我无硬讲强逼去学这学迄安尼，大家拢18般武艺，逐项都爱会晓。当然无做厉害，就学嘛，你有知伊的 logic 是安怎所以平是你夜观顺流这张专辑内底歌环，所以每一遍的演出，随着时间你过。你会使听到伊内底，比如讲结合着北管的部分的愈来愈有咯，愈来愈结合了愈水开。当然，反正伊嘛翻头去影响你本地规条歌、规个曲的品质嘛有可能。所以我感觉特别是讲，你是若有伫热恁的歌对恁的演出，比如讲若是伫倒位对咧去听，反正特别听拢会有无共款的感受。我感觉应该会有即个真特殊的所在。当然，即边去 showcase， 大家嘛会使。去听看卖，反正即届甲你之前听到又个无啥共款啊，而且有无伫专辑内底的新歌嘛，这可能大家目前较无遐有机会听到，所以会使来做伙听看卖。当然嘛是大家了解一下，以你打刷落来，应该讲已经开始有一寡歌是要未来专辑要用的，大概已经占几成？哇，真正爱看，我拢是看我故事都讲我刷无。我嘛会使出两点钟的专辑啦。不然讲袂使吧？我是无感觉你家己去为难家己2点钟，你可能会出代志。你可能变有声书了。你规气就去录YouTube上写就好啊。无啦，应该看10条有法度无？目前已经做出来，大概也会收入的。大概占几趴？3-4条尔啦。3声至4声。但迄3-4条我无确定嘛？我故事继续写时，我感觉无够精准。我可能够变8条。所以咱在新闻的是讲故事的进度，小说的进度。小说哇，即摆小说应该无够。我应该是爱问迄个出版社，看你是甲啥合作出版社的编辑来。9个红配顶。很老啊，咱定有机会去到遐即个进度可能爱小紧一下小甲变好较暗。
无台无钱嘛，飞一把红牛肉水吼。咱毋是要做音乐节目，啊，无道理就小说要甲音乐较坑做伙要怪上。所以这个希望，那么嘛是希望讲真紧会使有这个新的进度。啊，若是一直拢无要有新的进度吼，只好另外个特别邀请恁来好好解说一下，到底是发生啥代志？吼，这个故事讲较大吼，留一个尾声，互大家去家己去摇安尼。到时会使来好好讨论一下啦。那当然咱嘛是要回归到世界音乐节吼，因为咱其实今仔日的主题确实一直拢伫讲世界音乐到底是啥，啊，个世界音乐节伫台湾，已经办7档啊嘛。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真侪变化，啊嘛有真值得看的所在，包含讲真侪是今年新的物件，大家较毋知影是有啥物值得看的物件，所以产业其实最后是回归到这嘛是一个产业，虽然讲。比如讲，风调音乐主要做的毋是即个真大众文化、真主流的即个流行文化的物件。毋过其实咱会使看到讲，像恁过去发现这物件是足长销，就是伊是足假期，伊是其实是假期的物件，只是伊毋是迄落一届播出来的。啊，过一段时间讲这已经老歌，其实因为恁的作品是无所谓人讲老歌即个物件的问题，吼，真个流行文化有流行文化有即个问题嘛，讲咱。时行，咱甲过去介意听的歌，你可能过几档啊，比你较细汉几岁讲，迄老歌，你 KTV 是唱出来讲，哇，你怎么听老歌咧？老师，我细汉听过你的歌，我听过你的歌，我听过你的物件，我看你的物件大汉的，我心情都无改哦。你风调音乐无即个问题，其实恁真侪作品伊是无时间性，或者是讲即个时间过啊，都过去的问题，所以。做一个伊其实嘛是一个产业，只是伊产业的范围是搁较宽吼，包含恁本地世界音乐节嘛有即个产业的物件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为产业的即个从业人员，就是你是因为你嘛已经，你内底做几年啊？咧4档啊！你踮咧4档的这段时间内底，风调音乐，咱咧看落来，你家己观察到，咱回归到为产业国球当然到台语这件代志，你认为讲台语歌出来的发展？因为你嘛真替真侪无共款的台语的歌手，毋管是发行啦、上架啦，去看嘛是拢爱了解因的物件嘛。刷落来，感觉伊的发展可能是啥物款的方向，或者是讲是毋是还欠缺啥物件？以产业的角度来看，产业的角度，其实我较袂受限，我得看即个代志，因为时代一直在变化，是有当时我嘛会又转去以早较流行的物件，会播出来。所以毋过我感觉即马台湾的音乐产业是较多元，就是多元的变化，因为大家养分都无共。就亲像阮即马讲世界音乐节，阮嘛足侪表演的人，伊背景的文化是无共的。就算讲伊是乌克兰人，毋过伊的血统内底可能嘛无单纯的就是乌克兰，伊可能嘛有其他的国家。其实台湾的文化嘛有淡薄仔为遮活，就是伊背景足侪，像我是荷兰人甲客人安尼，所以。大家产出的物件就会受到因的背景影响，是，对，所以我感觉有足侪会使其他的方面，因为大家产出的物件拢足特别的，其实为这几年金曲奖甲金鹰奖来看，我就会感觉逐遍拢有新的作品会互人。就是眼睛一亮安尼，就是因为加入一寡流行的元素，佮有西洋的一寡音乐元素入来，其实就会互阮本土的声音变甲足无共的。所以伊的即个多样性，或者是伊的吸收其他无共款的乐种之外，或者是无共款语言、无共款的特性之外的物件，伫咧台语歌内底，可能你认为会变甲搁较。无法度定义，无法度讲什么是台语歌，无法度预期啦。对。加上咧，你家己是创作者嘛，吼，你当然有你家己的风格，但是你伫看台语歌曲，就是台语歌的发展，尤其你到时候去唱这个新台语歌运动，一路落来，吼，为过去来到当行到当了，你做，搁来看未来嘛，吼，未来这个发展，你家己有什么可能想法？
我家己感觉，其实讲台语歌会讲台语的创作拢好，我感觉即摆有一个问题是现代性、现代化，个性别，我感觉性别真正是主要更加努力个拍拼的所在。你讲性别是什么意思？性别意识，哦，因为我老实讲，我即摆会感觉讲，哇，这，我会使对迄，比如讲文化书内底来讲，伊比如讲迄个现代即摆。台湾文化研究所就是一个范明儒来老师范明儒，阿姨写过一篇论文叫做《女性为什么不写乡土》，但是你一定会看到讲一个反例，比如讲有李昂，是最近浪做有李昂，但是问题是伊讲的是一个可能时间性、普遍性，还是讲大量的这种统计的数据下面，你会看到讲比例较少，真正少做济，像啊。伊无爱写伊做这个分析，伊就讲，因为其实女性要现代化内底，伊要去独立的去做工课、求职，啊是家己有成就的时阵，这种一直咧增加一个农村内底、迄个社群的连接，迄内底其实对伊是不利的，伊无法度真正做家己的成就的追求，伫迄个时代伊的感觉内底是安尼，伊分析内底是安尼，到都市了后，伊就足强烈甲农村迄种传统的社群连接的迄种方式，生活方式、语言做一个切断，伊就全部往西方现代化，还是讲上进步主流的追求，去做一个连接，迄都变做是一个语言、生活、行为、动作、身体、语言、个思考完全的连做伙的物件。这嘛变做是你台语歌内底，你要做这种物件的时阵。你赶快会拄到安怎的问题，所以这个物件我感觉伊毋是讲，只是简单讲我要做女性的歌，还是讲女性来做安尼的歌，都是会使解决问题，迄是更较根本性的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有一个结构的问题存在啦，就是你像你若是为咱讲较毋是较都市化的所在，要进入到都市化时，伊是足切离的，就是你无就是。踮伫庄骹，你无就是咱讲现代新时代，就台北就都市的，你像你这个物件中间是无一个连接做伙的，因为你有当要做咱讲，不管是台语这个本土语言的创作，还是乡土文学啦、乡土的作品，其实你是爱有个爱有现代的这个视觉、现代人的这个看法去写为土地生长出来的物件，但是你一旦是依照理性来讲，你来到都市了，你这个物件甲土地是切离的，你无法度翻头去看这个物件的时候，你自然就无法度产生有现代性的作品，所以伊会等你。我听起来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物件当然都甲这个性别伫咧权力的关系之间的弱势有关系嘛。比如讲你就是爱生出什么型，你就是爱去甲这个环境吼，这个环境你就爱大概惊讲出现某一寡特点吼，一寡特性，咱讲你装卡人这款代志，我都毋是讲你，你这个无共款，我反讽啊。但是这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确实男性，我讲这个部分的较少一寡，吼，确实有一寡权力关系的问题，是性别关系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是有一真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毋是讲。咱讲查某囡仔是你想会使加写一寡作品，都解决，会使加写是上好，但是有一寡根本的问题，这可能毋是咱直接有法度去改变伊遐紧的。所以像即摆迄台语委员会成立啊嘛？有这代志吗？还是阿未？我可能毋捌听。还是讲要推散尔？有这个推销这件代志，但是目前应该是未款。咱听若是有知影新的消息，会使甲阮讲一下。我一两讲我伫讲这件代志，但是我是目前是无听讲这件代志。因为这我感觉委员会成立嘛是影响这个结构的，因为推销新的思考，伊会一个制定化的标准出来，继续推销这个物件。我感觉是可能做慢的，但是可能过20当、30当。可能法度做这个小可转变。
还有真侪时间来去做就对啊。所以比如讲，其实音乐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拢同款，伊较像是一个时代，还是一个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物件，伊是社会产物，所以伊毋是雄雄为石头旁补出来嘛。所以你即个社会的目前结构什么款，伊自然就会生出什么款的物件。当然，单纯以台语歌即件代志来讲，咱会使讲。伊打现代，咱要这尤其咱掠这10档来讲好啊。你讲到台语歌的时阵，你敢若无法度讲，我头一个想到是某一款像过去的台语歌，就是比如较悲情的、较苦情的。因为当伫咧台湾这侪年来，这几年来，其实咱会使感觉着讲台语歌已经发展到较是足多元的，吼，毋管你要 rap 啦，吼，你要 hip hop 啦，你要 swing， 你要足 chill 的，足电子的嘛有吼。当然你要较传统式的嘛有，你要结合像恁的作品有结合一个北管的啦，嘛有诶是用较白话方式去唱家己的歌曲。各种各样讲实在已经无输华语的作品的多元性，甚至我感觉甚至有真侪物件佫较超过，因为你甲本土的一寡。有本地有诶文化做结合了，伊会使发展出佫较侪物件。但是你若是佫较放大来看，讲结构性诶问题时阵，伊还佫是有存在伊家己本身诶角色。当然，即个角色毋是干那是台语有，应该是讲这是规个社会诶问题。但是因为台语本身，台语客语就是原住民语言，其实伊拢结合着本土在地即件代志时阵，伊会佫较明显看会到咱拄仔讲诶结果内底一寡无平等，或者是有弱势存在即个问题，伊会佫较清楚，会佫较展现出来。这反正嘛是一个会使互人警醒诶代志，互人提醒讲，这是咱家己爱加注意挂。那当然真侪你想做个作品，包含毕竟先生因诶作品拢最好最近嘛有频道伫介绍真侪即个你想诶作家，这其实需要佫一直互人看到。那即个作品有受到重视，甚至有各种无共款诶演新诶方式，反正会变成歌曲，反正伊会就无一定爱一直偌好诶歌是偌好诶作品做成歌是真好。毕青老师啊，阮9月30时阵，甲毕青老师到落地个团，我伫台南做一场合作诶专场。我搁伫等待即个听候毕青先生甲到老一个团队吼，看因当时大家讲我随时欢呼，我讲欢呼你就讲哇，是无型诶。嘿啊，虽然袂用干呢，我讲嘛听候恁要募资啊，是要出专辑诶时阵紧诶来对啊。因人会伫全球无共诶所在，对啊，定定看因若要飞日本，若要飞到遐去啊。虽然团员世界杯，我想你上好是讲随时欢呼，欢呼啥？这看不来这个。所以当然未来有机会，咱一定嘛是会甲到老的招唱队毕青先生因的即个团体因的乐团有其他的开讲的机会，在未来都甲咱听友甲来期待啦那当然就你这边来讲，我是讲会提出来即个概念，我讲这是拄开始我伫问你这问题是，我嘛无想到会有即个发展的讨论。那我讲这讲好就是伊是其实是佫较。伊若是产业，甚至是社会社会赞助的一个讨论，我这是会使互听友一个思考，对于后壁的一个收尾的问题，我讲是较好的一个答案希望讲，因为咱听友拢介意种硬斗的物件，愈定愈好，愈硬愈好，伤累的物件伊无介意。研讨会都结束啦。袂歹，我真介意大家拢毋知啥，我听友拢就介意种定的物件，听起来怪怪。我哋就是安尼所以我讲这个问题做咱的收尾，我讲真好。再来上尾当然就是互大家在宣传一下活动啦，包含时间啊、地点，咱拄仔虽然一直伫讨论内容，其实对整个的一个活动的即个时间地点有诶是爱跳票爱买票的，有诶是毋免嘛免费甲爱收钱个，包含市集等等，即个物件使整体整理一下，互大家知影一下，用较简单方式因为你写物件有够长诶，可能看袂了简单互大家讲，互大家了解一下。好，阮2023世界音乐节伫台湾，时间是10月12到10月15，就是拜4、拜5、拜6、礼拜，拜4、拜5是免费的。就是会使来看庄脚人、中金星，因有一寡 showcase 的演出。
拜六礼拜的演出就是爱钱的，毋过阮有一寡市集，市仔会使互大家来踅踅。啊，阮踅即个市仔是毋免钱的，免票，啊，买物件爱钱啊。我想讲好贵，我就被用抢的，免票啦吼。啊，毋过会使来看看，阮市仔内底有一寡乐器的体验，就是有一寡像世界各国的乐器嘛，对，像三味线啊，还是苏格兰笛啊，即款的手风琴，佮有手碟、颂钵即款的，拢会使来体验看卖。这是市仔的部分，啊，市仔嘛有迄个异国美食，就好食的物件，大家会使来体验看卖。是，恁迄个跳票就是10、15，10月10、15这2天，因跳票是讲我一张票就是会使来点几工，还是有固定时段？阮拢是一天的票。就是你想要去礼拜，你就买礼拜票；你想要去拜六，你就买拜六。所以你会使为早起一直点到暗时啊？无毋对，所以阮你到尾买着票啊？你到尾买着票？你无给他讲要去上丢跳票，很丢买的对吧？很丢买嘛是啊。毋过阮即马有预购的优惠啦，就是会使去 Klook， 无就是年代售票，这两个拢会使买。啊，只要拍世界音乐节都吹掉，拍。2023年世界音乐节，对，就会使找有。地点伫台北，台北流行文化，流行音乐中心是毋是？台北南港诶，对。其实交通真方便啊！你若是挂关市，你坐到南港转运站，嘛是转运站，其实出去应该真紧就到啊嘛。然后行路几步口就到啊。都互大家真正有一个资讯，互大家了解一下啦。都是因为我并团宣传，所以收复杂我看到头我规起来用讲会较紧。是若是听众朋友较介较难物件，我嘛是有国际论坛会使参加。可能一般人嘛会使参加，一般人嘛会使参加，就是会使报名。啊，阮4天拢有，所以连续小4天拢有，4天拢有座谈会。对，座谈会无就是工作坊，就是会使看你想要参加倒一场，所以你会使去世界音乐节的脸书，甲阮的官网，因为官网网站会使看，对，就会使报名安尼。虽然免费，但是事先报名。对。啊，你讲座是另外迄2天后壁迄2天14、15嘛是免费的。爱买票的。就是讲这2天因为本地都有收费，所以内底活动，不管是讲座还是表演，你就是爱买一张票入去看嘛。对。另外头前迄2天甲产业较有关系，你免费的，所以你随时买送会使入去看，但是好先报名较有济。对。阮拜六礼拜国际论坛嘛是就是对票，所以你摕一张票，你会使去世界拍照。对，无对，因为每一个舞台拢会使去看，论坛嘛会使参加，就是安尼。好，那即个资讯到了，大家使先去找出看卖啦。其实你只要应该是伫谷歌顶管拍2023世界音乐节，应该使看到包含官方网站，包含因的风调音乐的一寡 Facebook 的资讯，应该陆陆续续拢会放伫顶管嘛。对，我拢已经放伫顶管，大家紧看。你好啊，都含顶管，你有写讲这无公开的。你打几号啊？你个无公开，你看到活动过哦，所以已经是拢有公开啊。对，大家会使去看。大家会使，咱听友会使去看卖吼，因为对人讨论真济，包含音乐的产业，包含着无共语言啊，或者是无共文化，伫咧即个所在会使展现出什么款的情形，啊，还有真济。我嘛想袂到，伊嘛想袂到，毋知影会生啥物款的表演，毋知到底啥无人知影，表演者毋知影，主办者毋知影，主持人佫较毋知影。我给你卷啦，敢知影名尔。所以迄张票你会使看到，你家己嘛毋知。我欢迎大家，你若是真正有机会去看，不管是头前2天后壁2天拢共款咯，去看了咧，有一寡心得啦，有一寡感想嘛会使甲咱分享吼，会使留话会使，不管是甲风调音乐讲还是甲阮讲拢会使。后来到时我们互相交流一下，讲到底结果拢看到啥？这个活动到底根本是啥物件，我真正毋知。那好，咱今日就差不多到这。那大家毋知对这边的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咧？这期内容你听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是 Spotify 啦、Mixerbox 嘛，希望你使好好个5分数，还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你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那咱今日就到这，拜拜咯，拜拜，拜拜。
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寄付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敏凤、瑞奇、切拉黑切拉、阿贤，也佮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的支持，是阮佮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但目前看起来是有伫录，但是毋知是什么声录入面尔。无，应该是阮讲话声无毋对吧？目前是啦，是讲上正边即个敢莫开，敢毋免。这是毋是这个？这是对家的对无？这是特效。特效啦，这特效声啦。哎，我毋免感谢，我无利用特效，我特效拢收老热来，我会惊一条。所以这是一个。这特效的声。哦，当然就无声，这是听得到尔。哦，安尼就无声，若放应该是录入去啦。安尼就。你等下一支就出现啦，遐。都无去比。哎呀，我起笑。专工走一撮安尼，去大高读车。